現在介紹係十里銀灘5期嘅維港灣，合共有39棟樓，面積由70至98平方嘅2房2廳，110至120平方嘅3房2廳2衛，以及130至140平方嘅4房2廳2衛。大廳兩邊做晒入牆櫃，空間感好寬闊，亦都好整潔。牆身係特色嘅設計，工業風嘅格調。我哋睇下入門口，亦都做咗一個定制嘅多用途嘅櫃。咁我哋入到嚟，亦都可以擺好多林林總總需要擺嘅雜物，感覺間屋係好舒服，亦都唔會好鬧交。大家睇緊呢個單位面積係130平方，相等於香港嘅實用面積係980尺，3房2廳，特大個平台有190尺，西南望海景。當時業主買返嚟要90幾萬，另外近30萬嘅裝修。我話俾你聽啊，其他業主一樓嘅放盤價錢要4300蚊一尺，另外頭排海景要11000蚊一尺價。而家業主放盤嘅價錢都係5400蚊尺，如果你買咗就真係賺咗㗎啦。露台環境非常大，實用面積有190尺，亦都可以放2張電動麻雀台，望望個大海，睇下日落，摸下酒杯底，傾下心事，呢種就係夢寐以求嘅退休生活。住維港灣5期，一般都係有車階級。呢度嘅車位月租係160至200蚊，如果買都係1萬蚊左右。維港灣亦都有村巴配套，25蚊就出到去深圳，大約1個小時30分鐘。你哋亦都可以過嚟親身考察，睇下係咪個半鐘頭嚟到十里銀灘。歡迎分享 WhatsApp 微信俾我哋亦都有專車接送，帶大家睇下十里銀灘嘅樓盤同埋附近嘅環境。下集見。